哎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直播是来记大炮歌声，直播开始带来一首《只有你》，还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是风也是雨，拍醒阮的梦。这呢无情，放阮孤单一个人，为你痴情在空等，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？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，阮的心啥人？会当安慰，只有你，只有你。我的一生，我的情，只为着你一人。是风也是雨，拍醒阮的梦，为何你这呢无情，放阮孤单一个人，为你痴情在空等，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？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，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？只有你，只有你。我的一生，我的情，只为着你一人。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？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，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？只有你，只有你。我的一生，我的情，只为着你一人。谢谢，这首歌曲。哎，只有你啦。来，这是咱观众朋友吼，拢介意的歌曲哈，谢谢。来，线顶请坐坐观众朋友上线咯，谢谢你们。欢迎大家收看《义大破歌声》。啊，来哟，哇！来，锁定点名喽，木火大哥，搞早，嘿，谢谢我们的玉珍、邱金色啊、金华姐啊，还有淑梅姐姐哈，谢谢我们的欧聪龙大哥啊，你刚我搞加油，谢谢你哈，金春大哥、佩华大哥哈，关中大哥好，谢谢我们的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庄大姐哈，超准的啊，谢谢。来，董文平大哥好，坤兴哥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、钟大哥、木火大哥，咱的龙中大哥、剑双大哥哈，谢谢。来，一罐默默的跑歌声，包括咱的边口哥哥啊、美华姐姐，谢谢，感谢哦。这个咱台语的当中呢，有一句就这个的成语啦，讲出这个春天，就是即摆这个时阵，春天后秒心啊。哦，
啊，这个后母的时阵，就是就是情母情母娶了后就娶细婿。啊，对这个囡仔吼，对这个情母的就这个囝儿逝世啊，因为毋是亲生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这个人前人后无人前共款，人后就无共款。对啊。当然就这嘛，毋是讲每一个人拢总安尼啦。所以讲每一个也无安尼人，尾人有安尼讲啦，佮解说无是啊，了后人解啦，解讲吼，春天像讲吼，像迄囡仔变咧，一天吼变咧几落款安尼啦，迄话变就变啊。有敢若亲像讲起来吼，这几工的这个天气，对，真正是变化多端。今日吼，这个咱日头日时啊的时阵，这个温气啊，高达到温度，高达到30度。30度。对啊，互人感觉讲像这个吼热天已经提早来到。啊，根据着像这个中央气象署伊像这个报告咧，伊讲像这个今暗开始就对啊。阴暗。今暗阴暗开始，对，这个冷气伊就南下。啊，这个气温的时阵呢，会怎收一个，亲像一个这硫化天共款啦。要明仔载的时阵开始降温。这个北部伊像这个叫做日时啊，这个天气高温的时阵呢，会到降到18度。啊，若这个阴暗时啊，夜间的像这个低温的，甚至有可能下探一个14度啦。安尼差今仔差16度呢。而且湿冷湿冷的。对啊，有落雨嘛。所以讲，你会感觉讲就足明显的安尼。亲像即款的做这真激烈的这个变化。是。啊，对咱这个身体的时阵呢，会使讲是一大考验啦。当然咯，一定要注意。所以讲，咱这天气如果若是讲人讲念伊寒啊念伊热，这都是一寡咱这时代人会较感觉讲较疲劳啦。免疫力就会下降。如果你若免疫力较无好，人这个时阵你当然补给营养，也是讲运动者，踮厝内底虽然无出门来讲运动一下，互咱家己安那可以适应这种忽然间寒热这种体力嘛会较好。当然其中咱观众朋友较会知影，就讲食一寡保健食品，就像讲西装的大红花啊，这就其中之一啦。对，像这个循环，对啦，帮忙真大。亲像这西装的大红花，是有什么作用呢？西装的大红花观众朋友就会知影讲，伊拢生长伫咧高海拔、寒冷的地区。这是种植物嘛，大红花嘛，伊就会当帮助咱的身体抗疲劳啊，提升咱的耐力啊，包括讲互你读较会清楚啊，包括讲对着你心血管有真大的帮助咯。是啦。尤其是咱若寒的时阵，咱知影讲咱心血管若有问题，人较会喘啊，较来读较不长安尼扎扎啊，不舒服，读较变的涩叫啊，这都是安那大红花伊厉害所在。是啦，所以讲到遮的时阵，即款这个天气的变化，遮尔大的这个时刻呢，你要保持讲就这个体力，也甲这个专注力，这真正是真重要。是啊，遮呢，希望讲咱在济的观众朋友，天气变化遮尔大，爱保持着咱这个好的生活习惯。是。当然，咱在时代嘛，要搁甲恁提醒讲，运动人讲活的、活的。爱叮当，食食对啦，食食的时阵就安那，家己饮食习惯爱控制好势。当然，莫搁食啊咸，莫食遐油，嘛袂使伤过清淡哈，伤过清淡就变做营养无够啊。是啦，安尼才会当保持着咱这身体说讲这个适应力啦，保持健康。希望大家呢，拢总会当注意到做这个身体状况，会当平安度过这段做这个变化多端的这个季节啦。是啊，所以讲真诶，一天安尼差，今仔甲明仔载就要差超16度伫咧所以讲咱观众朋友防寒，就是讲迄衫裤真正我顶礼拜我拢甲收起来，我所有外套是讲甲留存一领。顶礼拜就反复交代啊，气象署的时阵，伊就提早报告。我都落洗3支洗尔呢，车万只咧。洗不要紧先卖收起来。卖收起哈，加洗一遍啦哈。好来，谢谢阮的芙蓉姐，咱的春雄哥哥，感谢咱这个坤星哥哥恁的捧我声嘿。来，邱景嫂啊，你好哈，今晚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，就准备来点歌咯，来哟。安排头一首歌曲叫做《流浪的乐书》。秋风吹来，心肝冷。
山之峦，过人山，过人山，阮迄个心爱的放下我。来第三首，请你信来我。希望你来相信男性的心情。来第四首，阮的欧聪龙大哥有点的哈，我的青春。你的色情光照你我，世间心事真开活。第五首，车在何处？自去日咱离开，每日思念你。但可惜在相见，好好的来团圆。来，第六首哈，上尾的这首哦，朱苗心，不是后母心哦，是朱苗心。世间所有的妈妈，亲像蜡烛稀一半。以上，来，咱准备要来开始接电话咯。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来83263177。83263177。来，中华关市报外关市加控诉哦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来，运动哥哥你好。洪大哥。哎，大哥。哎，王明啊。哎呦，今仔要听倒一首。我第一名来管。你第一名呢？哦。牛家。江老师你好哦。拍拍手。我听点第二跟第六26。好的，谢谢好，哈。谢谢，好，感平安，恩谢谢。还有宝丹姐。好，你好。好。宝丹姐，今仔要听倒一首。第五首车在何处？哦好，我下凯啊哈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宝丹。啊你好，徐妈妈。哎，我呢？嗨。阿母啊，你好。第三个第六哦，哦，没问题哦哈。好的，谢谢。啊你好，蛋啊你好。哦，你两个好，大家好。好哦。第二首《家人山之峦》甲第六首《如表心》。好，下凯啊，好的，谢谢平安。来，有父亲。哎，江明芳玲你好，我要点26。2跟6哟。好。对，啊，抓芳玲唱基舞力，基舞芳玲这是歌后。谢谢，安尼你捌听有诶，谢谢。宝莲姐你好。哎，宝莲姐，哎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江明好啊。嗨。好。我要听倒一首？我要听第三首甲第六首。哦好，啊我下凯哦嘿，好，谢谢我们的宝莲姐。哎，你好，陈妈妈。喂，芳玲，小玲，你甲我拨掉，好，请你进来我。安尼啊。啊，我朱苗金。哦，没问题。拜拜。谢谢我们的陈妈妈。哎，你好，坤星哥哥。嗨。嗨。36。3跟6哟。3跟6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的，谢谢坤星哥哥哦哈。哎，你好。好小姐。4号。3号跟4号哟。哎。哦好，我下开啊哈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，义明哥哥。义明哥哥。哎。啊，你好，今仔要听倒一首哦，我林小玲你好。嘿。要点第2首《过人山之峦》。安尼吼，好。第5首《车在何处》，谢谢。好，平安咯。来，尤大嫂，哇，楼上起来，叶大姐。再打一次。喂，叶大姐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。哎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第3首。哦好，没问题，我写起来了哈。平安，好。喂，你好。我要找3号跟2号。3号跟2号呀。嘿。好，来，这是咱张小姐啊哈。
好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哦，欧大哥。哦，听你就听你咧，就感谢你看会当唱到这条我的青春啊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平安，谢谢欧大哥。来，欧大嫂。喂。阿嫂你好。我叫讲今日重播的，两啊久都无听。有啦，现场呢，吼。现场的啊，我家人山之乱，甲朱某心。哦好，我下开哈。好的，谢谢尤大嫂。你好，星星大哥。喂，工人欢迎好，我第2首、第3首，家人山之乱，甲请你信赖我，感恩。哦好，我下开哈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好，检索哥哥。你好。好。欢迎。嘿。今仔要听到一首。信赖我。哦，只有我哈。好。好，我听有哦哈。好的，谢谢咱检索大哥，来准备哦哈。今仔日来点歌算到这，我即摆先过来安排一首叫做《朱标心》。老师，请你信赖我，就是你的歌嘿。我会使互你先唱但是等下3首拢你的，我先唱好啦。《朱标心》哦，来哦，来训练者啊，训练者你好，第几号？3跟6。3跟6呀，好啊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训练者啊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帮您安排这首《朱标心》哦，吼，这首《朱标心》呢，哇，真侪人点。这首呢是咱这个文东大哥，跟咱徐妈妈、徐爸爸、董先生父亲，跟咱宝莲姐、陈妈妈、坤勋哥哥、尤大嫂、训练者也所点吼。这首歌先互帮您来献歌吼，因为佮小等老师连续都2首歌曲啊哈。来，将这首《朱标心》献予咱伟大。一个母亲吼，一甲爸爸啦，来朱标心。天气那寒寒，半暝
阮会打拼，阮会打拼，争取好名声。谢谢大家，哇，这首歌真侪人点吼，感谢您哦，谢谢，来哦，哇，咱的美华姐姐佳佳，跟咱这个金叶姐吼，来哟，要玉轩拢总有上三拍棚啊吼，来金叶姐你好，来龙中大哥，谢谢文川大哥啊，佩华姐啊，你好哈。来，这是咱佩华姐、雕兴哥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哈。来，今天有新朋友15312，这是新朋友，欢迎您哈。来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咱的河边巴手头家娘，还有咱春宝大哥，谢谢啊，咱焕忠大哥、明源大哥、文明大哥哈，金票啊这尤大哥、尤大嫂吼，这拢基本一定拢逐工拢准时甲咱收看哈。谢谢春雄哥哥哦，感谢木火大哥、钟大哥，哈啊美燕姐姐哦。美燕姐，你今仔有闲啊？遐，谢谢啊！姐姐你好，平安快乐啊！水啊，这啊哈，好来，个咱的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来父亲好，感谢啊，谢谢哈，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刷入去，要来甲进行的是第二阶段，或者听好歌，叫歌名，好礼要送互你哦。今仔送一较好的，好不？嘿，好。好，上上盖赞的哈，来，勇往直前，来，石墨烯全方位护烯。观众朋友若有收到，就知影讲，哎呦，芳龄真正讲的吼，你这讲的真正有够赞的护烯。我来讲，咱的护烯吼，长度啦吼，咱的这是有弹性的，30公分，30公29.5至30公分，舍五入。对，吼啊，我咧讲伊的透气性好，包括讲伊咧骹后弯的所在，我咧观众朋友啊，伊这透气设计，所以讲你咧穿的时阵吼。包括热天搁较热，你穿你都免嫌袂翕，吼啊，这叫做宽口螺纹设计，吼，这两边拢总是，伊呢包覆性好，弹性搁袂有勒痕。有时代讲，若穿一个束骹吼，束到全袂好啦，袂呼吸啦，搁束到吼会安怎会痒啦，迄就是吼会勒，伊的弹性无好啊。品质歹，我这20%咱的美国的弹性衫呢，所以讲吼，这是弹性上专利的哦，专利哈，全面的拢总一条线一体成型的，吼，无大件吼，这叫做分层加压哈。分层就讲，这个所在、甲这个所在、甲这个所在，伊的质法无共，所以讲伊迄个压力不一样。所以讲你咧春秋吼，系啊，你就袂感觉卡。对。真正，观众朋友，做这个护烯啊！这敢若一卡百货公司伫咧卖，这台机还要1000多万。一卡哦，百货公司咧卖一卡啊，1980哈。啊，我无啦，我一届送一箱啦，好不？来，敲电话哦吼，那歌名知影啊，赶紧敲电话哦，来准备。故乡的情伴，思念你我思念你，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。不出搁再想你的形影，偏偏咱来过着顶顶山。故乡的情伴，一个时阵。再变安怎？虽然有你的相片，通
龙七龙，海角信号，这位歌手非常认真，而这个台湾人啊，所演唱真受欢迎的歌曲。这首歌曲只有4字名，4个字，来，我继续要过来安排陈百潭老师，伊本身的时阵，甲你作词作曲，佮而且是甲你唱的一首歌。来，这首歌呢，那最卖现主持来甲听吼，伊是讲这个过年了后啊，有真济啊，这个他乡外里的这个游子过年无倒倒转来啦，心肝的时阵吼，伊原共款，拢总是足有台湾心的。来，台湾就是咱的故乡，什么心呢？来，我即摆现主持来甲献唱这首歌曲。心啊心啊，陪伴你身边啊，心在故乡。此歌来谱的日子，唱到晓离开了手机，好无限的虚伪来包围，安苦无人通安慰，将我满腹的心事，也留一团送予你。虽然我离开千里远，但是我的心是永远陪伴你身边，将我满腹的愁事，也留一团送予你。虽然我离开千里远，但是我的心是永远陪伴你身边。心啊心啊，陪伴你身边啊，心在故乡。这首歌曲4字4个字，来，我即摆用主持来甲走一做即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呢，即摆要来刷入去，就要来甲公布答案。来，首先预祝咱观众朋友拢总会当高票当选。
非常感谢咱所听姐姐在乡亲时代对咱做这个时段，哦，这个幼歌这样的支持吼。时间的关系啦，啊，无法度吼，系啊。来，老师，咱来公布答案哦。时间的关系哈，来哟。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。思乡情歌。头一首是思乡情歌哦，第二首。第二首歌曲。心啊心啊，陪伴你身边啊，心在故乡。头一句都有安尼。心在故乡。哦，来，其实哦，这两首有的观众朋友真的搞混了。刚刚吼唱头一首的时阵，思乡情歌，竟然有人去搞要心在故乡。我讲唔对啦，我袂使甲你讲，我下一首就是心在故乡啊。无啊，无法度搁接嘛吼。来，先来收起哦，嘿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咱每一天这个时间，咱足侪咱观众朋友吼，甲咱做互动哦吼。当然，做互动下个阶段嘛是足重要，老师来准备歌曲哦吼。好来，哎，请你信赖我。好，啊，这首歌嘛足侪人点的啊，嘿。阿芳玲呢，爱来进一段广告。今天的广告一定要看，而且电话爱安怎准备卡电话哦。好康今仔日上届好康，我咧讲吼，做10外年啦。我若讲包括吼地方台生开，阮两个做25年以上了啦吼。来，即马要互咱观众朋友今仔日上届好康的，甲恁报，互恁知进广告。咱今日特别阁邀请到咱黄教授来到现场哈，教授啊，好，你敢知？这偌好用哦，大家嘛知。咱吼，这内底这啊叫做4合1的，内底有红景天，有纳豆激酶，阁有 Q10，好，阁有一个红曲。啊，这吼，咱这教授恁都知，好，啊来，伊干那研究这中草药吼。吼，50几年啊啦，这会使讲是对着讲吼，这大细条管啊，吼，看是这条管啊，这细条大条，拢总吼真大的帮助。对，你若变讲，迄个水管上惊塌掉咧啦，若塌掉哦，喙歪呢，目睭错呢，一家一手安尼袂叮当呢，人生变黑白的呢。对，那请火用杀伦理吼，爱着吃力啦呢。连即马都爱排队，算唔知？排无，排无啦。你请都无当请啦，真正的哦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的，趁咱即马会行会走，你都安尼像教授讲的，一工安尼个食2粒。2粒就好啊。这一罐拄啊60粒啦，是，吼，拄啊1个月份啦。然后譬如讲这心肝宝贝吼，安尼调2个啊，就炖一个，调2个炖一个吼，这个食差不多3工至5工吼。这个心肝宝贝袂咧泡泡菜啊。安尼哦。袂泡泡菜啊，哎呀。正礼拜啊，就足好势啊啦。是啦，迄位安尼串吼，串袂起来吼。你安尼甲食3粒落吼，一摆3粒就好，差不多10外份啦吼。哇，这好吸哦。酸太开啦，嘿啦，啊无就不得那种别安尼白白哦，别安尼白白哦，哦。啊，教授，啊，咱这要安怎卖？这你若讲，敢若颔骨啊，安尼这安尼暗暗的迄吼，吼大细条的安尼，无啥会顺的吼。这哦，这一罐就足好用啊。一罐就足好用。我你讲吼，物件若好，毋免食济啦。哦对。哦对毋对？吼，啊你无落，我规大堆哪有好？这萃取的呢，萃取的。这个呢，这你若真正讲安尼。心肝宝贝安尼碰碰叫大细安尼碰碰吼，这你家食改善了足紧嘞。系啊，先走豆软到啦，目睭会涩啦，规工咱疲劳啦吼，这你家食。若较严重的，用3-2粒，改善啊拢 OK 啊。吼，阮咧讲这个，都你安尼足欢喜足满意的，你自己改食1摆2粒就好啊。啊，我知影讲吼，这无俗。什么无俗？这一罐我咧卖2500啦。2500，免去讲价啦。这高杯浓缩的呢，60粒呢，你话拢买到30粒的对无？这60粒的啦。买一罐2500，是。阮人客讲个做吼，上无阮嘛买2罐啊，买一个了点。你敢免安尼犹太者？犹太我咧讲吼，莫讲甲咱买1罐啊，拢人客拢也买2罐。
买两罐吼，安尼我甲你讲啦，一罐吼，我优待啦吼，2000块啦。哦，2000啦。是。特别的哦。系。过去大哥大嫂亲甲咱烹调较养好嘛吼。对啊。咱唔免讲啊，一碗饭就配甲一尾鱼啊够啦吼。对。我大家招呼，啊，甲咱安尼厝边客吧，做一个好代，宣传一下就好啊。吼。啊，若买一组2罐呢？2罐哦。安尼我咧讲，2罐啊4000嘛。对。今仔唔免，特别的哈，数都无济哈。我咧讲吼，特别啦，唔捌咧特别，因为物资拢浮动啊。但我嘛起价，我咧讲，尤其是迄红景天起上悬，起上悬真正，吼，特别这盒同我贴800，安尼2罐，甲收2个月份哦，嘿，2800块。安尼观众朋友，恁电话爱赶紧卡，所有物资拢总起大价，这内底原物料其中有3种都已经拢起价开啊。日本的秋天嘛起足悬。我咧讲哦，教授拢总无甲咱起价，等于讲佫共款优惠的介绍，要互咱观众朋友吼，互伊食会轻松啊，会了人会欢喜的。来，恁电话吼，即马赶紧卡，今仔甲咱主文交代哦，一盒2000，买2盒优待介绍2800块。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90岁啊。哦。有影咧，确实咧，唔是有别讲咧，前咧我心脏哦，会抗大咧对无吼，啊行路吼，反正叫安尼啦，食迄红景天啦，啊食了有效果就对啦。本来吼，含孙仔经吼，逐当都爱愈迄保健啦，那算到尾啊吼，拢血压拢高啦，哦，安尼定，啊我食你红景天，食了吼。过来安尼好势，食迄红景天吼，食了心脏也好，啊肝也好，啊肝拢100分，心脏嘛100分啦。你今年几岁？好来，谢谢，有听到无？听到阮2位一个大哥啊，这伫咧甲咱见证哈。红景天工人我访人介绍超过10档的时间，我咧讲，甲今年的时阵超过10万盒，10万盒哦，吼，10万盒啊，吼。今仔日开春了后，我咧讲看即个天气，拄则看迄个数字，安尼1礼拜时间，啊，因为即个心血管的问题往生去的，所以讲今仔日咱有特别一个组合，要互咱观众朋友啊拍看去咯。今仔日咱是毋是一盒2000？2盒优惠价绍就是2800块嘛，对无？你甲我买2盒的时阵2800块。今仔日你甲咱主文交代。要搁加一盒，互咱观众朋友，这盒呢，甲加落去哈，加落去的时阵，若一盒2000，我讲加落去是爱6000块啊。优待介绍加200块就好，这盒互咱观众朋友摕去甲人分享，甲咱我咧讲，甲咱斗相报哈，加200块，来08008158的，今仔日买2等于这盒搁甲加落去，甲你收3000块。一盒剩1000块啦，1个月份哦，或者是60粒装的哈。来0800815810800800815181，你有登记，真正有登记伫咧使用工人甲方人咧介绍这组咱的4合叶，那咱这红景天，我咧讲，你今仔日搁甲叫一组哈，登去甲人分享，有的时段讲唔敢食。是。翁伫咧食，某唔敢用。我咧讲吼，今仔这盒加200块，你会记得咱做阿嫂、疼小阿兄，吼，啊咱大兄大嫂2个同齐来讲的哈。一组买2盒，搁加送1盒，安尼甲你收3000块哈。我们只有今天这档期，过年过来，我咧讲，我甲公司争取。拢总争取60位人客尔，所以讲你电话今仔爱赶紧卡无，赶紧卡加200块尔哈。来哦，喂你好，喂金明姐啊，呀，我买一组好啊。一组吼，我咧讲，你若捌买过，你就知，今仔上介俗啊，我毋捌让你买啦吼。好来，谢谢你哦嘿，好谢谢，来感谢，来拢总满线吼，喂啦，啊小姐啊，喂，喂，来喂新朋友你好。喂，嘿，你要一组吼？好，啊，我等下甲你写开，但是我等下再甲你写注记哦，因为即摆满线，我等下再甲你问哦，嘿，哈，来哦。喂，全路大哥。全路大哥，你要一组吼？好，我写开哦，吼，来，0800，来，我3天内底到哦，吼，今仔甲你寄出去，吼，明仔载若无到，就后日到哦，吼，0800815810800800815181。有的时段讲，方人啊，我本地就拢甲你叫大组安尼。
如果你今仔要甲我叫大组，你注意听哦。叫大组，吼，6盒，6000对无？你甲我叫大组，今仔佫再加嘛，佫加1盒落去，安尼我讲吼，7大盒特大组的哦，7大盒6000块，08008108100800815181，我头会使啊吼。来，我开始来接电话来，玉兰姐你好。喂，玉兰姐，要来讲今天吼。我爱3000块。哦好，我写开哦吼，3工内底互你交，嘿，谢谢。来，青池大哥你好，青池大哥，喂。要大组，要大组。要大组吼，你老客户啊，知影讲要买大组更较会好哈，谢谢你哦嘿，谢谢。来哦，梨花姐，梨花姐，要小组的哈，我写开哦嘿，好，感谢你哈，谢谢。来。0800810800815181，我跟你讲吼，今仔日我们只有今天这档期哈，大组好，你甲头家讲啊，叫伊50组好啊，因为咱拢总满线哈，50组吼，甲讲50组哈，啊那大组咧，小组的50组啦，好不好？50组。然后大组的部分呢，我们只有15组而已，15组尔，15组尔哈。阮将来慢来卖，我来讲，咱进前卖过，细组就是2盒2800块，5000块就是5大盒。你今天6000块是买7盒哈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观众朋友，每一盒拢总是安怎？每一盒拢总是60粒装的，而且我内底的成分是4种的成分，你唔免分开买。因为每一种的成分拢总有够吼。有的观众朋友讲，我昨去买一个纳豆，有无？你有看无？我之前是卖这个介绍，我们是今天是这个价格不一样了哈，不一样了哈。平常时啊，我家己啊，我家己就自觉讲爱做保养，啊，我拢一工啥？一工拢食2粒，一次吃2颗。吼，啊，你若感觉讲你状况较无好的时阵，你要早晚各2颗哦吼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好，谢谢。你说哈，啊，先给你写开，等下再给你问主机哦，嘿。等一下再分地址，等下再给你问主机哦，嘿。谢谢。喂，你好，来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广告时间我无法度甲恁观众朋友拢总该写开。来，电话继续互恁卡，阮小姐线卡甲恁做服务啦吼。啊，恁若拄则，阮规线拢总甲恁接落去的时阵，咱真侪时段拢总有。啊，甲我接开，啊，那连甲我挂掉，啊，无甲我问主机电话，来不及哦吼。电话，观众朋友，你电话继续卡，啊，你若是拄则，我有甲恁有卡开，我有甲恁接开啊，包括阮小姐甲你接开，电话甲你挂掉对无？因为啊，你无资料，所以讲爱定下。宝莲姐，宝莲姐要一组吼？啊，要改大组呀？好，我写开哈。好 ，OK 哦嘿，谢谢哈。来，哦，啊，这每月节，规个拢总满线啦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我做节目做到现在，你看嘛，这个档期，咱从来毋捌安尼做过啊吼，是因为天气变化，真正是温差要差到16度伫咧。啊，咱时段吼，其实春天呐，春天是上好。你若有一寡毛病时，春天照顾是上介好的。春天你包括讲你咧食药也好。食保健食品，我咧讲人讲啊，你食1分有2分的效果伫咧，真诶啦吼。来，尤小姐你好。小姐。尤小姐你好。你好，恁这。你等下我再甲你回电话好不好？好。有，我知哦吼，安尼啊嘿，好，这样再回电吼。其实吼，即摆拢总满线了吼。来哦，瑞美姐。瑞美姐你好，50组尔吼，但系这特别优待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嘿，来。好，我写开啊嘿。好，3工内底互你收，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时间的关系啦，老师你是来安排一首歌曲啦吼。一首歌曲的时阵，如果你若要互芳玲来甲你接电话来，无要紧，恁即马开始搁卡吼，我芳玲来上卡甲恁斗接电话啊哈。啊，其实吼，我讲过，春天这个时间真正是最好保养的时间。你会白，你会痛，甚至大家安尼讲哦，甚至你感觉讲哇喘袂开呢？
这大致不用啊，吼！啊，咱这四大天王内底就有4种成分，每一个成分拢总是一定摕到有够。一般是安尼4种分开买，咱就一概4种伫内底，而且咱的成分拢总有够。互咱观众朋友今天特别的优惠介绍，电话继续卡，谢谢。好来，我即马我来甲带来一首《请你信赖我》，好来。希望你来相信人生的真情，虽然是踮在异乡，艰辛找前程，我也有愿每日思念故乡的情景，家来放无记着幸福的家庭。到底是要我受啥物？希望你放了心，唔通来怀疑。虽然是耽误着你通过青春期，你我总是拄着生命伤害的情义，不管是离开天涯，总是等袂离。请你信赖我。好，来谢谢哦，咱拄则有几个观众朋友吼，改大组的啦吼，因为今仔细组就会好，大组佫较会好啦。你若如果来讲像这个吼，循环的时阵吼，啊不是拢爱顿顿，啊得踢，啊地感觉安怎？头壳会戆啦，目睭起烟软啦。躯内爬倒起来的时阵，莫讲做工课啦，你今日运动的时阵，就片片喘的即款的状势，你绝对爱细致的，爱小心。吼啊，亲像咱早前的时阵的一个廖俊碰碰，
伊本身就是像这个中风啦。迄讲个咧，这个福建啊，毋捌中风的人当然毋知像这艰苦甲辛劳。迄整句像这筋甲骨啦，拢总没活来。今日讲要行一小步，毋是骹步大下甲下出去哦，行一小步都足困难，行甲迄个心会足硬的，行甲安那，行甲心足痛，吼啊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拼到要死，做到要死，吼啊，因为一个疏忽安尼尔，吼啊，你若讲像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平常时啊，这个白滚水加啉一寡，互伊这个循环较好咧，吼。啊，食一寡对咱像这个循环、这个血路、这个心脏啊，有帮忙的物件。当然啦，咱的物件有伫咧保养，你就用较久，对，生活才会快乐，对，才会幸福。谢谢。好，来感谢咱拄只宝莲姐啦、水仙大哥，啊，还有咱淑女姐拢改大做的哈。好，感谢您。即马呢，我来邀出到今仔中奖的人客哦，来盛吉大哥好，咱逸轩、坤心哥哥、宝莲姐哈。来，恁的破坏声拢总有收到哦，吼！啊，免这啊，谢谢你，玉兰姐、坤清哥哥、红山咱的这红山是咱这个凯伦吼，父亲啊，苏梅姐，这拢总甲咱拍破啊吼！来，出题哦。来哟！啊，张丽秋姐姐啦，丽秋姐姐，张丽秋啊，这哦，恭喜你哦！哇，是咱的石墨烯，咱的护烯互你哦，哈！我来轻松的音乐走落去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咱观众朋友吼，伫遮较紧甲恁做报告者哈。咱今仔日特别的优惠资料，小的50组，大的才15组而已。吼，啊，咱观众朋友像讲拄则的，我着接到3个，拢总搁改安怎，税做改大做。讲对每一个月、每一份啦，每一个人2000，吼，特别怎咧吼，甲对中甲炸落去的时阵，迄都是安那要救世。对。吼，啊，就这算招牌的产品啦。係。8红啊。来把握吼，来我咧线卡到遮电话啦吼，老师来安排这首或者。我的青春这你的歌咧，哦，安尼我来安尼咯，拢会使哦。我来即摆来唱啦。来，放你来唱一曲啊，互你听。啊，线卡会记咧，阮小姐甲你接电话哦嘿。这首歌曲侯大姐、欧聪龙大哥。
谢啊，感谢哦。哇，谢谢宝莲姐、盛吉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哈，咱的玉轩，啊个坤心哥哥，感谢龙聪大哥，你有打电话开拍婆啊，梅姐，啊个咱尤大哥、尤大嫂好来哦，谢谢哦。来玉轩哦，感谢叫咱姐哈。来，这呢真济，咱观众朋友王爸爸你嘛今日有上线哈，谢谢我们的淑梅姐哦哈。来，录节目上重要哈，咱小等的录节目有需要放铃啊，恁做服务甲江林老师的电话，咱甲记起，爱记这线哦，这线哦哈，8326316的电话，你甲敲通，你身体自然就会健康。有真济阿姐讲，啊，我要问我清楚呢，当然可以。好，阮来录节目了后，你电话继续甲敲，祝你健康快乐，谢谢。